继续来关心这风台的消息，这粒丹那斯风台呢，今日透早已经出海，嘛已经检测是轻度的风台。气象署伫头拄啊11点半的时阵来解除陆上风台警报，也毋过今嘛咧，这北部海面海影也是有4米遐尔悬。气象署表示，上紧伫尾暗暝时阵，就会解除海上的风台警报。 受到丹那斯风台的影响，中南部气候送高如苍苍。气象署指出，初七透早6点，风台已经对桃园和新竹交界的所在出海，强度嘛减弱变做轻度风台。不过气象署表示，受到风台环流和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也是有雨水，有针对15个县市发布大雨，也是大水雨特报。 明天开始到星期五受到低压带影响之下，明天在中南部地区断断续续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其他各地是下午后雷阵雨的，其中在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。而星期三开始一直到星期五这段时间，仍然在低压带影响之下，但是水汽更多，所以变成西半部地区也都会下阵雨或雷雨，东半部地区也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。 吹到暗丹那斯风台对家己布地定陆进前，造成偏湖和台南拢有透16级的强阵风，甚至伫咧云林口湖透17级的强阵风。气象署指出，即麦风台虽然已经离开台湾，也毋过沿海地区偏湖和金门等等，平均的风力也是有50级，嘛有机会会透8、9级的阵风。路上的强风其实渐渐的减弱了。我们所发布的黄色的路上的灯号，也就是平均风6级、阵风8级的灯号，目前提醒大家是台中以北的滨海地区，然后南投山区、屏东、台东以及在澎湖和马祖。 随着台风逐渐在向北移动，我们发布黄色灯号区域也会越来越少。根据气象署的预估，丹那斯风台上北以后，拍算会往西扫对中国去。也毋过这2天台湾附近的海影也是有2米至4米悬，民众若是要伫咧海上作业，就要注意安全。也若山区嘛，要严防头潮流，也是溪水涨起来。记者卢尚竹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